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6月第3个主日，伫美国，这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咱中间若做老爸吼，请你徛起来吼，互阮甲你拍幕啊，互咱对咱的心甲伊抵吼。咱做爸爸徛起来好无？请咱伫咱头前后壁，你有看到这个爸爸的，甲伊讲父亲节快乐，耶稣爱你。好，请坐。伫袂少个国家咧庆祝母亲节，嘛咧庆祝父亲节。父亲节甲母亲节愈来愈成做一个普世性的节日。伫美国，伫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盛顿州有一个城市叫做 Spokane， 有一位女士，伊的名叫做 Solona。伊16岁的时阵，伊的老母难产来死去。留6个儿女，包括伊在内。伊的老爸叫做威廉，伊决定无要搁再娶某，家己一个人栽培这6个儿女，一个查某囝，5个后生，其中一个拄拄呾出世，互因会通长大成人。1909年，这个索罗纳伊参加教会一个庆祝老母的礼拜，伊心内一直一个问题，伊讲。是安怎有母亲节，他会无父亲节？伊认为袂少的老爸，亲像伊老爸同款，为着家庭所做的付出，为着儿女所做好的工，应该受到纪念，应该受到感谢。所以就提议爱有一个节日叫做父亲节。得到教会甲市政府的支持，伫1910年6月19。咱今仔日拄拄是6月16，是6月19来举行全世界第一届所有的父亲节。后来也得到州政府甚至联邦政府的支持。到伫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伊正式签署文件，将6月第3个主日改定做是父亲节，成做伫美国永久国定的一个纪念日。到伫目前为止，世界有袂少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亚洲的国家，拢伫6月第3日主日咧庆祝父亲节。伫咱的台湾嘛咧庆祝父亲节，不过毋是6月的第3礼拜，是8月初8。咱若英文8月初8，咱读过即个 8啊。咱爸爸是读做 father、dad 或 papa， 但是无语言上的关联。总是伫华语爸爸，甲着咱台语爸爸爸爸甲着爸爸是共音，所以将父亲节改定做伫8月初8，这通好讲是语言上顺理成章。总是无论是伫6月第3主日，也是伫8月初8，拢是儿女。做人的儿女会通着老爸，表达咱的敬意，甲着咱的谢意的一个好日子。那伫台湾有一个家庭几冬来拢咧庆祝母亲节。母亲节若到，这个囝查某囝拢会送礼物互妈妈。总是若到父亲节吼，拢无啥物表示。所以这老爸会感觉小可失落。当有一天，这个父亲节到全家透早咧食早顿，突然间。这个查某囝就行到冰箱遐，拍开门，问讲：“爸爸，你敢知影今仔是啥物日子？几月初几？”这老爸心内欢喜，我这查某囝总算会记今仔是爸爸节，就大声回答讲：“今仔日是8月8号。”这查某囝讲：“安尼哦，好讨厌哦，牛奶过期了。”一般来讲，咱对着老爸节日的重视，敢若无比得咱对老母的重视。不过，若对基督教的信仰的观点来看，爸爸节、父亲节是不具有意思。圣经内面有真侪对着上帝称呼，咱讲上帝是创造天地主，咱讲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咱讲上帝是最后审判者。伫侪关于上帝称呼中间，阿爸爸
这通好讲是介特别的。咱所读的主祷文第一句话就是“阮伫天里的爸”。咱咧做信仰个别使徒圣经第一句话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爸”。显然，无论祈祷也是做信仰个别，称上帝是咱的阿爸爸，这是基督教非常特别也非常重要信仰的一个表达。伫世界上有袂少民族用男性的名称来称呼宇宙介悬的主宰。希腊人称宙斯叫做宇宙的爸，咱台湾人呼叫天公爸啊。那是古早希腊人希伯来人因称上帝是以色列的爸。伫规个圣经中间，拢总有14届称上帝是以色列的爸。譬如讲何西阿书安尼讲。以色列抑个年幼的时阵，我就疼伊，我对埃及呼召我的囝。申命记提醒所有以色列百姓讲，伊是恁的爸，是将恁买回，伊是创造恁的。伫规个圣经中间，称着上帝做爸，只有一种情形，就是全体以色列人会通称上帝做因的爸。总是若是个人个别的以色列人，伊毋敢称上帝做爸。就是当耶稣来到地面上的时阵，伊对着咱的教示，却一个非常要紧的。你要称呼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要称呼迄个通救赎你，互你的生命脱离一切危险甲艰难，脱离一切的罪恶的。你要称呼迄个落尾要审判你的生命，一切的生命所行所做的，你称呼这个上帝时阵，你来称呼做阿爸爸。毋是全以色列人会通称呼上帝做阿爸爸，耶稣甲你讲，你本身会通称这位上帝做你的阿爸爸。上帝是每一个信徒的阿爸爸。你信上帝，你称伊做阿爸爸；我信上帝，我也称伊做阿爸爸。当你做人的老爸，当你做人的老母，你教你的囝称呼上帝时阵，你嘛是称呼伊是阿爸爸。你袂讲，因为我做老爸，我信这位上帝，所以阮的囝就爱叫这位上帝叫做阿公上帝。当你做阿公、做阿嬷时阵，你嘛是教你的孙称呼这位上帝做阿爸爸上帝，毋是叫伊做阿祖上帝。咱的教会顶礼拜庆祝詹伯伯100岁，咱知詹伯伯4代同堂，已经有干仔孙。所以，当詹伯伯甲伊的干仔孙做伊客下咧祈祷时阵，袂讲你咧祈祷上帝时阵，你就爱称真主上帝、祖上帝，毋是，有原是称做阿爸爸上帝。所以教会有一句话讲：上帝有囝无孙，上帝毋是有囝无孙，上帝有囝无干仔孙。每一位信上帝的人，无论伊的辈分是偌悬偌低，拢会通甲上帝建立直接的关系。咱会通直接称上帝做爸，因为伊是咱每一个人生命真正的源头。当咱称上帝做爸时阵，这个爸意思就是源头，伊是咱生命真正的源头。耶稣称上帝做阿爸爸所用的文是阿兰文，就是因的母语，这读音叫做阿爸。我细汉的时阵，常常听起我的妈妈咧叫我阿公叫做阿爸，到伫今仔日。这个印象非常的深，这个称呼非常的亲切。耶稣要教示咱，上帝非常崇高、非常庄严、非常荣耀，总是毋是遥不可及，咱袂通亲近的。这位上帝佫较亲像一个主爱的老爸共款，伊要关心咱，要疼咱，会通成做咱通信赖、通亲近的阿爸。这种用上帝称做阿爸爸，是要强调上帝甲每一个个人中间迄个亲密的关系。这是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地塔中间你找袂到，总是却是耶稣教导咱捌上帝中间介重要的一个教示。伫4本福音书中间，拢总有165届提及到耶稣讲到阿爸爸上帝。托尔斯泰这个足出名俄国的大文豪，伊捌讲，伫咧所读的文件中间，登山宝训，通讲是介伟大、介水的一个教导。伫这登山宝训，耶稣按头到底落尾称上帝做阿爸爸，
伊嘛教示所有学生，你要称上帝的时阵，你会通称伊做阿爸爸。当咱每一摆要祈祷的时阵，开喙的第一句话，你会通呼叫讲，阮伫天的爸。意思是讲，你着用亲近一个老爸这款的心情，甲这个态度来向上帝祈祷。但耶稣佫继续进一步甲咱讲，伫你祈祷的时阵，你的心爱想啥物货？你安尼去思考，这个上帝真正会当应你的祈祷吗？你安尼去想，讲恁中间有啥物人，你的囝求饼，你乞石头互伊；你的囝甲你讲爸，互我一尾鱼通食，结果你等一尾蛇互伊。你的囝甲你讲，我要食鸡卵，结果你等互伊一尾鸡仔虫。咱虽然无好，总是当咱的儿女向咱恳求的时阵，咱拢知影爱摕好物件，通互咱的儿女，袂摕迄个对因有害物件互因。那呢？何况恁伫天的爸，迄个完全的听的上帝，敢毋是要将介好物件赏赐记若向伊恳求的人？那检查有一寡人感觉耶稣这款的教示无太容易相信，特别咱想到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咱拢犯过大大小小的罪。啊，一个罪人凭什么会通称呼迄个圣洁的上帝、圣圣的上帝做你阿爸爸？当咱犯罪，也是当咱去想到，当咱去意识到，咱真正是一个罪人的时阵，咱是毋是愈感觉咱离开这个神圣的上帝非常的遥远？咱太有可能会通亲近这个圣洁的上帝，常时佮称伊是咱的阿爸爸。为着要互咱佮较明白上帝对世间人所存的心，上帝对世间人所要互因的疼佮稳定，特别是上帝安怎疼惜一个感悟到家己是一个罪人的人。耶稣讲一个比喻，记在咱今仔所读路加福音书的第15章，有人将这个比喻改称作浪子回头的比喻。不过，如果咱对整个的内容来看，伊的重点毋然是伫浪子，伊的重点是伫这个老爸。所以人讲，这是一个主爱的老爸的一个比喻。伫这个比喻中间，这老爸有两个囝，这个细汉后生向老爸提出非常过分的一个要求，就是讲，爸，你着将我的家业、我的财产分互我，我应该得到的财产分互我。根据当初是犹太人的律法，老爸若是年纪大，无法度搁再工作，无法度搁再做工，无搁再经营伊的产业，伊会通将2/3的产业互伊的大囝，然后1/3互伊的第二囝。总是这是爱出自老爸意愿。若是老爸抑搁活地，虽然经分家伙，但是所有的权利悠然是属于老爸。这个囝就是分着这个产业，伊无权利将伊变卖。有一位圣经学者，伊叫做 Kenneth Berry， 伊研究路加福音书，读到这段经文的时阵，伊指出，伊讲我捌去摩洛哥的所在，到伫印度的所在。我捌对土耳其到伫苏丹的所在问济这个家庭一个问题，讲当老爸抑搁伫地，一个囝要要求分家伙，这是啥物意思？伊讲大部分的人会回答是讲，这个囝希望老爸紧死死的。这个囝要求分家伙，常时搁将家伙变卖，伊老爸抑搁伫地，显然是对着老爸的背逆一种的不好。比如中间的这老爸容忍这个细汉后生的要求，容忍伊的背逆。这个细汉后生背逆，这互咱想起到伫创世纪所讲亚当背逆上帝，犯罪来对了。为着要互人经验到什么是自由，上帝有时阵必须要容忍人犯罪，必须要容忍人背逆。总是咱爱知自由爱付出代价。一个人会通自由去做选择，总是你所选择的结果，可能会互你永远失去自由。这是自由的悲哀，这嘛是自由的悲剧。这个背逆的细汉后生开始对了，伊到远远的所在，伫个所在随便放纵家己，无老爸管，会通放纵家己，浪费所有这个家业。
耗尽伊所有一切所有的，佮拄着迄个所在大饥荒，所以就开始落魄。耶稣伫即个比喻中间，用犹太文化中间对着即个猪的仰慕来形容即个细汉后生安怎落魄。即个细汉后生落魄到一种情形，就是一般正常的犹太人绝对袂去做的代志，就是去帮人顾猪、帮人饲猪。对咱台湾来讲，可能无法度去了解帮人饲猪有啥物款毋好，因为伫咱的文化中间，咱加减拢会用猪来笑别人。咱感觉猪无好、垃圾，那非常歹看。所以有当时咱骂一个人非常歹，讲长得像猪八戒，讲一个人真戆甲亲像猪。有一群朋友常常做伙，其中一个爱食，佮分大做，佮戆，有人就改骂讲你是猪，伊听到了讲我是猪才怪咧，所以以后大家拢叫伊猪才怪。有一家大家拢叫伊猪才怪，伊足受气大家拢安尼骂伊。最后伊讲：“我要郑重宣布，我不是猪才怪。”伫咱的文化中间，虽然咱会起笑猪，总基本上咱可能袂讨厌猪，因为猪肉上好食。无论是猪排、肉臊、山珍肉、猪脚面线，也是猪耳朵。拢是台湾的美食，这是犹太人就无共款，因非常厌恶猪，因绝对袂食猪。犹太人的律法甚至安尼讲，饲猪的人是通咒诅。当伫即个比喻中间，即个细汉后生毋是落魄到伫爱替外邦人饲猪，搁较悲惨的，伊常常着爱摇巴肚，为着要顾巴肚，伊必须要吞塌伊家己做一个人的尊严。看到猪伫遮个盆内底有遮豆芽，伊甲猪咧抢食，你讲伊有悲惨无？他耶稣用即几句话，就彻底来描写即个培育的细汉后生伊的坠落，甲着伊的落魄。坠落的人，培育的人，只有行到伫人生走投无路的时阵，才会突然间想到伫上帝。当即个后生突然间醒悟起来，伊问家己一个问题。我的老爸遮尔富裕，讲我要伫即个所在枵死吗？检查伊嘛问家己一个问题：我的老爸是何等受人尊重、遐尼尊严的一个老爸？讲敢无我做伊的囝，要伫即个所在永远过一个无尊严的生活吗？伊醒悟了，伊也知影，伊会落魄到伫即个地步，是因为伊得罪伊老爸，得罪天，所以才会如此的落魄。如果伊若干那醒悟，总是无有行动，那你即个醒悟是互家己愈悲惨、愈可悲，上是愈艰苦。醒悟非常要紧，总是即个醒悟了后的迄个行动搁较要紧。即个后生醒悟，上时采取行动，伊做一个决定，讲我要倒去，我要当我的老爸承认我的过失，我要对我的老爸讲，我有得罪天，我有得罪你。我袂堪即个做你的囝，总是应准我做一个故工，介无我会通保持做一个人的尊严。倒去厝，这是伊内心醒悟了后、悔改了后，伊所采取具体行动。这个拄拄是基督教信仰的真谛。信仰毋是干那你想到你做毋对代志。毋是干那你醒悟讲你做毋对，察觉你有犯罪。真正信仰是你有醒悟，你有觉醒了后，然后你就用具体行动来实践你的悔改。可是咱真侪人忏而不悔，悔而不改。咱希望讲悔改，总是咱无真正的改。当伫耶稣即个比喻中间的前半段，凸显即个细汉后生醒悟甲悔改。然后，耶稣将这个比喻的后半段引入一个更较悬的悬调，伊要向咱说明，这个老爸安怎来对待这个醒悟、上时悔改的后生。如果讲这个比喻中间，迄个细汉后生所代表的是咱每一个觉醒的罪人，那呢，这个比喻中间的这个老爸是这位阿爸爸上帝。
耶稣通过这个比喻要甲咱讲上帝国的一个真理。上帝国的真理是要甲咱讲上帝安怎接纳任何一个真实悔改的罪人。上帝安怎接待任何一个罪人，像是将伊是当做家己的囝，伊是当做伊是伊的老爸。当这个后生抱着悔改的心，带着疲倦的身躯，一步一步慢慢倒去伊的厝。远远看见伊的后生倒来，这位老爸带着欢喜的心，紧紧走出去来迎接伊。这个老爸毋是坐的，被动伫遐听候伊的囝一步一步来到伫伊面前。圣经甲咱讲，耶稣甲咱讲，这个老爸是主动走起来看伊的囝，接待伊的囝。个人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老爸，伊顾袂着做老爸一个尊严。当时伊的囝是穿着破旧的衫，身躯非常的垃圾，上是阁有饲滴拍出来才会歹味。总是这个老爸走去，甲伊揽的，然后甲伊浸。这个囝伊讲：我的老爸，我有得罪你，我袂堪这个做你的囝。伊还阁要讲后一句话讲。该无，互我做你的长工，连这句话都还未讲了，这个老爸甲伊揽咧，甲伊浸。但为着要互这个囝知影，伊已经完全得到赦免，完全得到接纳。这老爸阁吩咐伊萝卜讲：紧去摕那盖好的衫来，紧去摕那鞋仔来，然后阁将伊手头啊顶悬所挂的手指，甲伊挂上。这三项物件拢有伊象征性的意义。外衫是代表一种的尊严、尊贵甲荣耀；鞋仔伫当初时是代表你做囝的身份。囝伫老爸的厝会通穿鞋，若是你萝卜，你就袂通穿鞋。若是手指是代表你会通继续继承这款的权利。通过这三项物件，这老爸用这个捌失落，也搁伫惊吓中间。这个后生，互伊知老爸已经完全赦免伊，完全接纳伊。因为对这个老爸来讲，这个囝是捌死去，总是有个活；是伊捌失去，总是这个时阵搁再得到。检察咱会通安尼讲，这老爸敢会通等这个囝洗好清气了后，穿清气的衫，才来甲伊抱，才来甲伊揽。这老爸敢会当讲等一段时间了，考验这个囝是毋是真正悔改，然后才来考虑讲，伊表现袂歹哦，我会当接纳伊，然后较互伊鞋仔穿，较互伊手指通这个通挂等等。咱如果是人世间的老爸，咱通做到安尼，就通好讲是一个伟大的老爸。总是耶稣要甲咱讲，天父上帝毋是安尼，天父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会通来浸迄个无圣洁的儿女。如果上帝要听候咱圣洁了后，才来甲咱抱，才来甲咱浸，那呢，咱可能永远等袂到这个机会，互这位爸上帝来甲咱抱，来甲咱浸。亲爱兄弟姊妹，咱想象两种的情景。第一种的情景就是讲，这个老爸听候这个囝洗好清气了，才来抱伊，才来浸伊。等候伊表现非常好了，才互伊鞋穿，才互伊衫，然后才互伊手指。第二种的情形是耶稣所描写，这个老爸看到这个囝，因为非常孝念伊，因为足久无看到伊，所以动了伊怜悯的心。怜悯的疼是上帝的本质，所以虽望这个囝遐尼垃圾。身躯有臭味，无鞋通穿，伊无顾一切去抱伊，去浸伊，佮将鞋、衫、手指互伊。但这两种的情形，你想倒一个，较会通来显明，这个是老爸对着伊的疼，甲对着伊的接纳。耶稣通过这个比喻，要甲咱讲，上帝对一个悔改的罪人的疼、的怜悯，就是这种的疼。这种的怜悯，特别上帝为着疼咱，甚至无惜将家己的独生囝，互伊道成肉身，对荣耀天顶落来到伫垃圾的世间，甚至互伊钉死伫十字架顶，流出伊的血，小水的生命，互咱洗净咱一切的罪。伫十字架顶，耶稣宣布讲：爸啊，赦免因，
要互所有悔改家己的罪、相信伊的人，拢会通被接纳，成做上帝儿女，通继承上帝国的产业。兄弟姊妹，如果咱若了解天父上帝这款的疼，咱咧当咱做一个基督徒，当咱也做人的老爸时阵，咱也着知安怎去疼咱的儿女。你要做一个老爸，讲起来无真困难，只要你某会生，你就通做老爸。总是，你若要做一个好的老爸，无简单。你要做一个好的老爸，你要有智慧，特别你要有疼心、怜悯的心。你会通拥吻你的囝的培育，甚至爱听候你的囝回心转意，你会通赦免伊。但拄则咱所讲，耶稣教示咱祈祷的时阵，爸上帝会将迄个介好的物件来赏赐互咱。路加福音书咧讲到这段经文的时阵，伊特别强调，伊讲这个特别的好物件就是圣神。天父上帝疼咱，毋也是将伊家己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互咱，互咱会通得救，互一切信伊的人无抵到伫灭亡，会通得到永远的生命。天父上帝佮将一个宝贵的物件要赏赐互咱，就是圣神。互咱抑佮活伫即个世间所有信徒，咱咧祈祷的时阵，咱会通过上帝已经所赏赐的圣神，伫咱的内面感动咱、带领咱、帮助咱，甚至当咱要向上帝祈祷，毋知要讲啥物话时阵，圣神亲自用讲不出的吐气，伫咱的内面咧替咱祈祷。上帝救赎咱的目标，伊最后目标就是咱成做伊的儿女。保罗先生伫加拉太书第4章第49、第7节安尼讲，迄个时已经满，上帝找伊的囝对妇人人出世，像是出世伫律法下面，是要赎回伫律法下面所有的人，互因受设立来做囝。为着恁是做囝，上帝阁找伊的囝的神进入咱的心，互咱会通后叫讲阿爸爸。亲像安尼，你毋是犹原咧做萝卜。就是做囝，既然做囝，就对上帝来做伊的好处。说使咱若犯罪，像是阁是活伫即个律法下面，那呢，咱定价就亲像即个细汉后生讲，我袂堪即个做你的囝。咱的心犹原伫惊吓中间，因为律法是定咱的罪，咱会惊，咱的罪被暴露，咱的罪有一天受到审判。亲像即个青五悔改的后生共款讲，我真正袂通堪即做你后生，总是我会通做你的萝卜。如果咱若是活伫律法下面，咱犹原是安尼。总是当咱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咱就对律法中间被救回、被赎回，咱会通经验着上帝，就亲像即个比喻中间的即个老爸共款，伊毋也是主动接纳咱、主动抱咱、主动亲咱，佮常时要将外衫上好的衫鞋仔、手指来互咱。即个外衫会通掠走咱的罪恶，甲一切见笑。即个鞋仔是要互咱会通伫爸的厝、伫上帝的厝内面来行踏。那即个手指是确认咱有一天会通继承伫上帝的国度中间一切好的产业，即种的资格。保罗先生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到第5节，咧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阵，伊安尼讲：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大心，伫基督内面已经竞选咱，互咱伫伊的面前真做成无通嫌，是要照着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疼大心，互咱对耶稣基督来设立做囝，得到囝的名分，然后来归伫伊。当咱真实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宝贵的救恩，咱就是穿耶稣基督为着咱所成全的义，这领外衫，上帝就要纪念咱的罪，上时阁要穿咱做义。除了这以外，上帝阁要差遣圣神来进伫咱的内面，伊要成做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亲像这个手指共款，做一个凭据，做一个记号。踮伫咱内面的圣神，要甲咱的心灵同齐见证，讲恁真正是上帝的儿女。耶稣教导咱，讲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咱阿爸爸，
若是圣神所要做的见证，就是讲，恁真正是上帝的儿女。上时搁一步一步来教导咱，互咱会通效法耶稣基督圣经的榜样，来勇敢背上帝。踮伫咱内面的圣神要来引带咱，所以保罗讲，既然互上帝的神所引带的，拢是上帝的囝。这个神是对背上帝来，是背上帝赏赐互咱，做咱的保惠师。这个神嘛是真做囝的神，踮伫咱内面，互咱会通亲切来呼叫上帝阿爸爸。因为这个神踮伫咱内底，咱所领受的就毋是伫律法下面做奴仆的心，咱是做囝的心。因为咱内面有囝的神，所以咱毋是搁在伫囝兄中间，是出伫咱的尊敬，对伫咱对上帝这款的爱慕，咱来呼叫阿爸爸上帝。每一摆当咱呼叫阿爸爸上帝的时阵，咱囝兄的心就得到讨放，咱奴仆的心也被改变，成做囝的心。咱尊敬上帝，较无上帝，热情来服侍上帝。毋是亲像一个奴仆，因为惊吓来服侍伊的主人，是亲像一个友好的后生，疼惜家己的老爸，尊敬家己的老爸，这种的囝儿来侍奉家己的老爸。圣神正做一个记号，正做一个印记，正做一个凭据，踮伫咱内面。有圣神踮伫咱生命内面，咱就通得到一个确信，咱真正是上帝的儿女，是甲耶稣基督同做上帝的护士。既然上帝所赏赐予耶稣基督的产业，咱拢有份会通得到。现此时，如果咱也甲伊同齐受苦，咱有一日也要甲伊同齐来享受荣耀。大家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是父亲节，通过这个节日，咱若是做人的囝，咱就怀念感谢咱地面上的老爸。咱也通过圣经，咱通亲近这位天顶阿爸爸上帝。咱若得做到天父，通过耶稣所讲这个比喻，咱就应该醒悟，应该悔改，来采取行动，倒来到伫爸上帝的家，倒来到伫爸上帝疼的人民，或这个阿爸爸上帝有失而复得，失去总是搁再得到这款的欢喜。咱嘛就应该知，当咱每一届祈祷，天父上帝的确要将好的物件、圣神赏赐予咱，来做咱的保惠师，踮伫咱的生命内面，做咱的帮站，做咱的辩护，做咱的见证，见证咱真正是上帝的囝。咱做上帝的囝，这款的身份，毋是咱家己咧认定，是天父上帝通过伊的囝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成就，上时通过伊所赏赐的圣神，甲咱做记号，甲咱做见证。今年的父亲节，你要做啥物代志？咱中间做人的老爸的，咱就合适天顶的阿爸爸上帝，疼惜地面上的儿女，互你的儿女知影你真正疼因。如果你的儿女捌背逆你，如果你的儿女捌伤着你的心，如果你的儿女互你真艰苦心，你也着学习，伫耶稣所讲这个比喻中间，这个爸，伊主动赦免因，伊主动拥抱因、浸因，伊主动互因知，你已经完完全全接纳伊，你着为因祈祷，然后天父上帝要通过圣神帮助你，做一个更较好的老爸。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互阮得到启示，互阮知影，你毋也是创造阮活命源头，嘛是互阮的生命有机会对罪恶中得到赦免，对垃圾中间得到清气的阿爸爸上帝。愿你来帮助阮，互阮明白你的公义，也知你的怜悯，互阮知影你深深的疼。所以，阮会通来甲你相亲近，互阮真实伫圣神的帮助下面，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儿女，荣光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